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南嘉义的嘉义兴自路有一间传承三代人的柑仔店，真有人情味，卖真侪物件，参要北藏的藏虾仔甲咸卵仁，嘛有咧卖，在地人讲足甘心的。 柑仔店伫庄卡是真重要的存在。嘉义区的嘉义兴都有一间传承三代的柑仔店，店内卖物件嘛真多元，介绍嘛真实在。我讲啊还是啊，到我这大个三代啊，嘿啊，三代大部分附近的住民大拢有熟悉啦。 柑仔店的头家嘛真有爱心，时段若是有困难，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要办活动，会使先摕需要用品转去，等较方便的时阵才来纳钱。所以阮嘉义兴所有只5分钟啊，大家拢一定会来甲摕。佮安那想着嘛，想要来甲伊摕，即间是凭全家更较甘心的甘心啦。随着时代进步，柑仔店嘛愈来愈少，民众若有经过嘉义兴，嘛会当入去行行咧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